德溪经过南区三里，过去因为都市化加生活污水排放，一度成为恶臭的排水沟共款。市府伫1809年完成第一期整治工程以后，每一天会当查调顶游47000吨的污水，其中22000吨经过处理回流德溪上游，明显改善水质。为了特地水清鱼鲜，同时进行城市再造，和德溪成为充满生命力的河川美景，会当亲水的地标。市府30号伫市长委托亲临主持动土典礼，正式进行2期整治工程。中央补助2亿8千万，那所以说补助了超过将近68%的经费，非常谢谢环境部。那但是我们也会持续努力，在500多天这个工期到500多天，能够把这个工程完成之后，能够让这个竹溪能够更干净，然后成为一个附近的民众休闲的好处所。该工程伫中央环境部的补助加地方的配合款，总共4亿6千万的经费，嘛创下生态保育等3项第一。工程预计500多天得当完成。第一个，我们基地保育第一；第二个，它是生态保育第一；第三个呢，它是工程减碳第一。德溪对过去的臭水沟透过水质净化以后，加上周边的景观步道，已经一步一步变成都市树林水花，更是咱市民重要的休闲基地。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。